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呢个节目。两礼拜是5月节咧，唔啲乡亲朋友准备为了过节吗？所以是种啊，东东因为度今晡日来起乱，还有咧，大家有看爬梁山唔过大家今日要爬梁山，又有其他嘅法头么？绕上大家去到龙潭来行行聊聊，家家来分享啲金间来宾来分享，嘅是系来自龙潭气功所嘅转染启荣准太高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龙潭气功所的专人启荣尊阿尊姑。阿尊姑太高，可是你喺龙潭上班嘅時間，大家會喊你阿尊姑冇？肉粽比我係阿尊姑。真嘅啊，因為這是一個很地道嘅感覺，有冇？真嘅客家人啊用講話嘅時間，自己上面講阿尊姑，嗰種老一批嘅粽比都也係會喊你阿尊姑。係，我阿用人係。哇，今日我係講阿尊姑太高，用長洲的。有啲人我喊我阿尊哥啦。阿尊哥，阿尊哥。年紀太大誒。基本真嘅千歡喜，早啲有將二類到鴉片同大家嘅分享嗬，喺來自龍潭，其實一下龍潭要青島人都地嗬，嘅慢慢嘅發展越來越好誒，我要青島嘅地方早啲去行行聊聊啊，唔過大家就地嘅就會佢嘅機片有一個新疆嘅風景區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就會龍潭太比頭。對不對？我們中文會說龍潭大池，對，我來講一下哦，因為我是住在中壢，喺啲中南嘛，好幾片，古種係細細嘅時節，喺個像是冰寮嘅時節，真係會同步下幾年去到龍潭太比同幾片去行行聊聊，看一下嘅風景。唔過基本嘅有唱到阿尊講嚟到鴉片，其實同大家嚟講嘅就係5月節度嘅青島嘅法通。確實。真嘅，唔過法通之前一開始同大家嚟講嘅就係划龍舟比賽。哦，爬龍山。對啊，其實真嘅爬龍船嘅比賽吼，喺龍潭是很有歷史的，對不對？細細嘅時節還要看轉播，有沒有？5月節嘅時節要顧着那個電視看轉播嘅爬龍船嘅比賽，你要講一下冇？它歷史好久。其實你講起來吼，其實我拿咗張相片嚟睇手機。你喺鍾小正先生提供嘅，準備給爸爸犧牲去保證，所以講佢哋足頭前咧，啲位呢，就係給爸爸。啊，真嘅！所以講啲走火生人年都差唔多係民國25、6年嘅左右嘅，佢喺5月節，佢下就日本人就開始組織爬龍船。啲鍾小正先生甚至講過嗬，佢印象中啊。爸爸先交代過，差不多太正4年左右就要爬龍山，民國4年開始主要，所以講龍潭啲日本時代日出到了下來，日出都要爬龍山。100年嘅歷史誒，100年歷，超過100年歷史，哇哇好棒哦！嗰種你看佢龍時嘅爬龍山嘅時候，大家佢做嘅裳服有冇就已經很整齊了，而且你看佢嘅頭拿還有綁那個袋子，對。那當輩還有像你哋企嘅有冇？有哦。有像你哋持珠公嘅種按度獨占鰲頭嘅按度獨占鰲頭，你哋持珠公啊，打鐵釘嘅嗬，沒有放做帶轉去嘅，佢哋做鐵釘嘅企嘅。哦，古時候亞洲露嘅相片，嘅後面那個旗子就是特等旗。特等旗。哇，古時候你看哦，你個鄉親們是地講，你5月節會爬龍船，以前當有過節嘅氣氛，公司採訪，以前真有過節嘅氣氛，會知道過5月節會興奮，有冇？係啊。對，因為就有暗湧嘅發通，它是一個好像很強大的凝聚力。凝聚講，你貴族嘅總體嘅團結性嗬，同衝咗嘅就發通啊。是一個大事。你看啲船嚟嗬，有兩條冇？沒有誒。冇嗬。其實嗬，早期啊，一條船嚟嗬，龍潭太比同冇船嚟哦。我到3行嘅呢啲大漢式嘅河壩船啊，揸船嚟來，你係會爬龍船做比賽。哇！所以啲船你係運過來的。好棒哦！真的，你講一下有過節嘅氣氛，唔係是中嘅聽聽好唔好？以前真嘅會好期待嘅，做生意嘅時候就會按我感覺，而且有轉播啊，你看前面還會有剁手啊，對不對？打鼓，然後大家傾努力，對不對？呀就會你看，呀就是為什麼基本有 TPL 燒給龍潭的爬龍船嘅比賽。也是日本時代嘅。好，我哋都要行前到一種民國光復日後啊。因為過來無幾就開始做太平洋戰爭嘛。是。哦，佢下大家咩無心情做比賽啊？光復日後，
你龍潭還係繼續攀，還係攀啲，唔過你就知道，你喺龍船龍其實有無強浪，你啲順後有冇，還有表嘅你龍頭走起來係有咁。哦，真嘅一船佢無強浪，它已經有龍頭嘅形式有冇？有，前面前端，對，頭前兩位嗬，龍頭就走出來啊。哦，所以講一隻時代一隻時代呢，佢變化無強浪。其實一般嚟講，ที่後輩差唔多民國53年嘅下嗬，三門水庫落船，落船嘅下按到擴大慶祝，擴大慶祝嘅下嗬，攀啲行下太。哦，所以講後輩嗬，呀龍潭大比頭。民國53年，民國53年，係民國53年。對，嘅下三門水庫落船嘅擺不但龍潭有攀，三門水庫後池。不用太嘅後池宴嘅背後，也有辦龍舟比賽。哇！所以講，佢下就講辦龍舟5月節攀啲爬龍船嘅事情啦。啲日本時代即係傳過嚟到咧嚇，即係都變到龍潭當特殊嘅特色。好棒哦！其實舊時採訪5月節也嚇唔但淨係龍潭，其實有青島嘅地方也會辦這種你講爬龍船嘅比賽。可是基本特別嘅時候嘅龍潭是因為龍潭嘅歷史非常久，它感覺會安陽人，其實它是一個民俗的一個延續，民俗祭典的延續，然後它有其歷史的意義在裡面，然後它現在辦的話，也會凝聚大家勾結嘅氣氛，也凝聚社區的向心力，所以我自己是輕好款啊，而且我覺得很刺激，而且明年我想要報名，館長來哦，我想要報名爬龍船，可能看有沒有那種業餘的老弱婦孺組，我就去參加，反正就表演組啦，哦，表演組，有機會嗬，你都得攀一隻體驗組哈。啊，對，真勁，對不對哈？就是說，泰嘎黑公斗終點的時候，其實大家都到了，怎麼有一組還很遠？那個就是體驗組。唔過，特別同大家講一下，其實爬龍船嘅比賽，我講一下，其實慢慢的各地都有，唔過都冇龍潭按太，唔過從來嘅是龍潭嘅划龍舟比賽很有特色，對不對？這個特色跟別人非常不一樣，一定要講。啊，就講吼，台北市也係台北誒新北市啊，叫做嗰啲河壩度了，比如講基隆河，對，吼，也係講啲淡水河，按到新店溪啦，吼，有新竹嘅吼，按到新北，你講南埔綠港，綠港啲運河，台南啲運河，韓國高雄啲呢？愛河，全部啲河壩呢，嗰河壩有乜個問題？有流速的問題。當佢水較大啊，跟按照你話好來，水較大，船咧就走較急啊。哦，所以講佢哋全部看乜人奪標奪最快，好冇？哦，跟龍潭冇強浪，因為它是池筆筒，龍潭啲筆筒沒有流速的問題。所以講而且龍潭做比賽啊，它可以做計時賽。我知道，你會條件全部強浪啊！哦，我沒有水流的問題啊，是，所以講我一擺兩擺，我做比乜嘅，比我2擺，用雙擺來比，有較強冇？啊，有沒有破紀錄？你期待有沒有破紀錄？就跟那個比奧運有沒有？跟奧運賽事一樣，你要看你經驗跟吹同 Q 眼比，是不是快了0.2秒？確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啊。所以講龍潭好看就好看啲啦，難怪很萬人。竟然有辦法打破紀錄，是哦，你要做龍潭龍其他船，心情會冇強勇，你會上忙大表去練習，因為你就想今年會不會破紀錄。確實，不一樣的地方是聽說你們是跪着，確實，好壞真的是跪着。唔係，每度我夾嗬，有實在冇法度啦。比如講嗬，虧電，一般你用爬龍船，按用，夾嘅我撐電嘅，我撐電。泰國我發現你唔但像歷史很了解，你還沒去幹。自己也有參加組隊，難怪有爬過哈，難怪。我還爬過按到基隆河，淡水河。哇！因為夾個冇用，因為嗬夾個河道還長，400公尺。哦。所以講他們要的什麼？要的是那個耐力。是。好，所以講你要撐到條線，充分之後。爬落去腰力、背力，幾隻容易爬過來。你姿勢100分呢。所以按容易爬嘅下嗬，佢撐定嘅船嚟爭嗰條線。冇錯。啊，龍潭冇強浪啊，原本我哋到黑段，差唔多180公尺左右嘅嗬。佢黑段，佢愛要一鼓作氣啊，咁所以佢愛挖定，
侧边，然后跪着。哦，要长凳，啊，容易来爬。你真的，你这个真的是通走一部分呢，他是跪着，对不对？哎，跟这边要呼吸吗？要呼吸吗？哎，哎呦，黑某不叫呼吸。另外吼，我哋都好嘅队伍啊，佢都还会做一个三角形的架嘅。哦。啊，容易开灯，脚长到的能力啊。啊。能力啊，容易插下去时候，就会叫你开灯吼。哦。啊，容易开灯，唱下去时候。插水讲要深。哎，我本来想报名，我本来想报名表演组，我现在看过你表演过，我有点想放弃。不过我那个哪里可以去彩虹里，那就彩虹里没做的。好搞出哦，好搞出哦。真的，我觉得哦，其实太公你真的好棒哦。哎，我觉得黑公真给太家有想要组别去参赛，我们等下会讲哦。真的有像阿尊国做高练哦，看起来哇，佢真嘅去请专业，唔但像迄历史清底啊。看起给通总卖100分，哦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其实牡丹香暗涌影哦，其实第一龙潭鸦片，除了刚刚泰国讲的，其实我们刚还有一个什么龙王争霸赛，哦，这个龙王争霸赛等下这样讲，牡丹香暗涌还有青岛青有意思嘅发通做咧枪，青岛嘅观众朋友看下几片看好看嘅表演哈，所以他跟是聊哈，立马猜你等下怎么来讲。高平里跟我们的龙心里呢也是1名之差，我们龙心里是我们里边 A 组的第2名。哇！好，我们龙心里呢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，目前龙心里似乎在后面的速度似乎加速的非常快。哦！哇，夺标了！龙心里抢先哦，我们刚刚的龙心里是落后的哦。是的。红色水道1分56秒23，蓝色水道1分56秒44。哇！哎，你刚才看到的是2016年底龙潭嘅爬龙山嘅比赛吼，哇，非常嘅刺激吼。不过你聊团节目绕墙道类似龙潭嘅立总，龙向立嘅立总，哎，你家家来分享立总。Hello， 李总有谈到冇？你好，福起來啊，先可以落塔個見面。我喺龍潭區龍石呢李總總決賽。耶，分享李總，李總第一現場有阿尊哥誒，你同阿尊哥誒有親熟很熟嗎？阿尊哥誒，現場有阿尊哥誒。30年的好朋友，啲講工作啲處工作都攏係真好，啊，所以你用幾年，你用3年做得講係好兄弟吼。係，做得容易講。哦，要不真嘅情況，因為阿尊哥誒來到現場同大家來小結一下龍潭爬龍船嘅歷史啦，哇，給他佢表現的時候，還表現出那個爬龍船嘅動作，輕標準嘅。問一下李長，你自己有親身爬龍船過嗎？我是爬過，但是我龍神呢里面啊。是鐵片啊，青島，唔可以用到啊。但是爬龍船唔係爬龍船片哦，係要配得吼，愛行身作業愛藝術，所以唔是下船比賽。因為吼要參加給你鐵道誒，故說里長要把位置讓出來給別人。里長其實吼亞禮拜嘅5月節目到誒，其實第一龍潭嗰邊還有青島嘅發通，雖然講亞拜沒有。划龍舟比賽因為疫情的關係，不過其實還係有青島嘅發通。我們先請這個阿尊哥簡單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好唔好？你啊，拜六禮拜2日啦，吼，我哋攀嘅發通有水上高裝獅王爭霸。主角我哋啲水上高裝吼，差唔多10點到12點，韓國下晝頭1點半哦到3點。按用嘅時間啊，本大家來了會看嘅高裝獅嘅獅王爭霸賽。另外還有客家音樂會，客家音樂會吼，喺10點到11點半，下晝頭2點到3點半。另外暗晡頭呢，還有花火之夜吼，6點半開始到8點半。所以講啊，啲日時頭到暗晡頭吼，全部有當好嘅發通。哇，按浪漫吼，幾日就有按用嘅發通。日時頭嘅時間，再來看精彩嘅表演，都按補壓嘅時間，我們就來看那個花火節，有冇？這我們就是那種，我們說天髮跑，就是
烟火的这种表演，对不对哈？真的可以清精彩哈。不过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活动就先取消，真的很可惜。不过没想过明年再来。确实黑暗摇影哈。而且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龙王争霸赛哈。我们先问一下哈，这个李总问一下哈。其实这个龙舟赛哈，不是按简单呢，因为它其实这个龙舟赛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角色的分配。因为上一段节目他有看到给老照片。从没有龙头，一直到慢慢有龙头，你够压它这个整个龙舟赛，其实它角色不一样呢，有夺标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舵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大家讲一下冇。一只龙船水啊，嘿，一只成员一般都有夺标手，就系自肥炸，后边呢有一个重舵手，船了一样行，迄期最重要啊。韩国呢有12个将士，就爬龙船的将士，俩就组成一只龙船，爬龙船的一只队伍。啊，船了要行，就俩14个人最重要，很容易。而且你看那个夺标手在前面，他的姿势要很正确，因为公司采访有时候就像那个阿尊狗讲的，因为在龙潭他那个是计时赛。所以有时候那个身体有没有？你那个有时候差一点点，可能那0.2秒就有青岛给不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叫我浸个高溜的嘅。都唔得跳床，都跳床嗬。跟住我爬到個龍船頭啊，我腳的，放喺樹船喺床頭嘅，長大起來。所以要長得高一點，較高嘅。較高溜嘅，高溜嘅你，因為我會知道講啊，其實迄個你冇得按用爬龍船，就我自己幻想吼，李總就想講啊，跟你就當舵手，但係較強手。可是唔係。你做舵手懂適合咩？為什麼？你按車啊，又按高溜啊，按用個拿出當腳啊。所以嗰時候用前面，迄個我去參加爬龍船嘅比賽，我不要滑，我就在前面負責奪標，是不是？好緊張啊！奪標也冇咁簡單咯，冇咁簡單。我冇咁簡單，跟你就空白。唔過你就會其實。跟住天我千節年嘅嘢，係個數腳，我千流粒嘅嘢，韓國地迄3樣嘅爬，一樣係要應付嘅。個自肥、重自肥迄技船咧吼，爬龍船嘅嘢，最主要要扛住自肥，佢要了解拍啥爬到極嘅，然後爬極嘅。所以你放起來奪標嘅時間吼，加上迄功夫啊，所以一隻奪標手啊，噴把比嘅嗰隻，迄靈魂人物啊，哦，真勁。真嘅，唔過李總，唐貢一下啲龍潭，你們有禮別組係冇？禮別組就是專門喺龍潭禮嘅人，咁做啲參加，係冇？就是你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組，叫禮別組，請有特色。禮別組啊，啲桃園市政府開始以後哈，就有60、70歲做禮別組哦。禮別組本禮嘅人，有3個月上。嘅複習啲3個月以後，才做得來爬嘅。哦，很嚴格呢，哦，唔係啲你嘅裡面係做唔得。還有乜個特色冇？唐貢其實禮別組的報名很競爭呢，因為那是一個整個龍潭里那邊親友嘅向心力，大家就想要報名禮別組，錯冇？啲龍潭區來講嗬，31隻里來講。大部分是有報名啦，還有拍企業也係有報名哈，所以隊伍非常踴躍入場啦。特別比賽哈，重頭戲含係禮別組，也係重頭戲啦。因為樣啊，觀眾最多嘛，夾個里面最多嘛，來看夾個離鄉嘅肢體片啊，爬龍船到底爬到樣，個精神表現到樣，到底體幾名，所以青島。特區特里嘅里面啊，我去注意講，像阿龍山里啊，我啲個就里面點樣講？龍山里啲下開始比賽咯，我就看，所以啊，要產生一種新激烈的一種舒適的。冇錯，要心情冇強用，看像個大野球強用，就是我這個里的隊伍誒，對不對哈？大家就會好朋友，唔過比賽嘅時間係統一就冇強用哦，我們就是一種敵對的關係。確實係暗用型哈。對，自然有。其實啊，呢個龍潭我有啲禮別組啊，各里有各里嘅嘅精神，比如講啊，去年拿鐵定，拿鐵定名。
盲人爱是听下拿贴了命，跟拿天一样，那要变几个呢？爱是变乜变进来啊？所以讲咧，各里啊，要团结到强下，根本比赛了。就我开始讲，哦，你根本你爱比赛咯，我拿贴了命，大家可以听书啊，来听咸啊，来听加油啊，哦，太鼓啊，也企的啊，全部强下去听加油，规则嘅就很闹热，哦，拿到铁灯啊，迄张相片吼。给宋林村咧拿到铁凳子迄话，油装哦。哦，还油装，我用太古茶送到龙岩宫给位，精神张转哦。我怎么觉得有那种世足赛给感觉？有没有？跟世足赛那个，像是有一年意大利拿到冠军的时候，哇，整个在罗马是这样子游那个罗马城，真挺暗用嘅，不过吼。跟选手跟训练跟工厂也一辛苦哦，来堂购有真紧碟训练的，比如说15天呀，还有个20天，真的大家很早轻奏就会轰冲的练心呢。黑毛有毛李总哦，你也唔好查哈。其实刚刚嘅龙俊泰国讲嘅哈，係事实一種比賽出來嘅結果，但是青島地方像我哋龍興里都冇重要啊，我就愛物啊，我精神嘅傳承。我就一天來我自家自己練，韓國人我是就訓練7年嘅，呢啲啊將近頭面20年來哈，我就比賽，總的講開始訓練開始14年也好，21年也好，我就年年做到，就是有始有終做出來。第1年17年咯，將近20年，我就。一太比堂訓練開始，第1年我就打到頭場，就第一條船咧，就下船練。哦，但練嘅時間咧，第1年練到最尾一年，出在乜嘢了？發風、發太水啦，哦，冇法度訓練，我就真冇訓練。也主要一本線數點嘛㗎，我都5點就放起來哦。啊，我就一成日地方都有嘛噶，千座入行，做乜嘅咧？我就有嘛嘅了，兩子呀，兩公婆子呀，就帶嚟親子，係咪做啲親子強下？係啊，留到學生嘅呀，留到啲社會人士做事啊，所以我就千座都去訓練，訓練嘅時間，主要冇乜嘅，最主要係乜嘅了？一本他家己講。也係一種精神的展現。所以講我就呈現地方度啊，全部為家人咧也有。我就親身去了，有乜嘅了，有用3字呀唱條船嘅啲比賽。哦，3代同堂係嘛？是嗎？係3代同堂嘅。爸爸帶兩個聲音，爸爸帶兩個聲音。哦。有兩個冇帶聲音嘅哦。啲唱條船咧。落另外一條人有比賽，所以我講你安尼團結心嗬，安尼精神啊，我主要攞你安尼好嘅精神，傳承下去，真係睇你吐聲是大家強下來。李總，還有青島精彩嘅故事嗬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陣再講。禮拜四5月節咧，今日東方宇宙咧邀請來自龍潭嘅，你講龍潭氣功所嘅專人阿準哥，然後龍象力嘅李總來到節目地度，然後大家來分享哇，5月節實種啊！好，還要立蛋嘛，那個起卵嘛，吼，韓國從來係爬龍山嘅比賽，好刺激哦！尤其係讀龍山大家提起的，叫做攀的嘅爬龍山嘅比賽，這可以說是非常大的一個盛典。好，按樣嘅盛典，大家要想看，就像日本強陽，他們都有很大的這種慶典，我知道也係按樣嘅慶典。啊，跟他嘅鍾立總啦，阿準哥用少改過，大家不是會地，為什麼他們可以，他們這麼大，然後這麼有歷史，按有歷史，所以也真的是凝聚了沙 K 地圖嘅向心力、凝聚力。而且李總又講了，爸爸媽媽強下來，爸爸吐聲音誒，媽媽吐聲音誒，然後你跟你之間又很競爭。古總愛你好悶一下吼，有乜嘅親印象深刻、親英雄情刻嘅故事有沒有？阿準哥一邊有冇？哦，
我印象深刻的故事，爬龍船吼，就是拜龍王賽嘅下吼，嗰2隻腿啊，動扁頭，動扁頭，佢咪看到倒帶慢一步，讓大家全部心掉的呐，後尾就差那個0.2秒，一隻出下去了，那個隻出下去了，同時冇做看吼，看唔出來呢，看唔出來，第一個看乜嘅，我看積分盤。基本上，哎呦，差0.2秒。所以它是用攝影，它是有電子什麼先？有電子，加個吼有破盤的，吼，人家企業來出來就切斷嘛，吼，切斷之後加個就停止計時，所以講慢銀神來到慢技術長就差個0.2秒，冇就看唔出啦。公司才發0.2秒，所以沒有到1秒，公司那個真嘅看唔出來，要等那個計分盤，對不對？哇，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活動。可是你看泰嘎糖友就會提供，哇，這真的很刺激，是真的很真的。每次都係蠻嚴肅嘅比賽，這邊都請嚴肅嘅比賽。係啊。那剛才有講到龍王爭霸賽，中間算冇？也就係龍王。講嘅就龍王爭霸最後一場吼，嘅比賽比較多，收嚟成績。因為吼，我哋到了2隻水道啊，要2邊要換船，換船的時候啊，2個成績要加總。雖然我得標是以趟次來算，但是我們龍王賽哈要公平，所以公平就講，它就算計時賽。頭先講過龍潭的比同就按胎啊，用計時賽，2趟加起來成績最快的那一艘船才能夠得。雖然你得標完。但那一場是非常的競爭啊，因為吼，你看個全部muscle動有力的哦，爬落去又是汗水，又是我們的那個池水，是滑下去啊，那個看到力與美的展現，到最後奪標啊，看起來非常精彩。尊哥，我發現你很會講故哎，你剛講起來真的很生動哎，看到個肌肉肌肉，然後奪標很有那種感覺哈。冇遺憾，李總有談到冇？李總給阿尊哥講。有談到。佢講佢印象深刻嘅就係給第1名、第2名就2.1秒嘅差別。你有乜個印象深刻嘅故事冇？兩個比賽吼，本人看到嘅挺激烈嘅，但是我有心理上感受非常令我感動嘅地方，係我溫馨嘅故事。係，嗰係一場逆轉勝。因為春撇組、李撇組啊，我有2個細妹向我爬一條船。今年呢，李總，你嘅意思係講一個組裡面聽說有2個細妹，是不是？這樣你喺古天。今年呢，我嘟嘟個細妹唔啦。過來咧。嘟嘟個今年我細妹唔啦。係。我體育場比嘅時間，講野球比賽哦。體育場比嘅時間，體育場上輸態咯。我嘅右邊上嘅徐小妹妹啊，只要我爬第2道啊，我爬第2道嘅時間，第2道我捱到贏啊。我比第3道嘅時間。嗰隻細妹無人好看啊！佢本我爬第3道，所以爬起來我就3道2道贏，所以我就冠軍。嗰場嗬，嗰細妹爬到嗬3馬都嚟出來，係個無人好看啊！主要係咁樣，嗰本來印象非常深刻，而且展現出兩個韌力跟耐力哈。這就用拼命去拿到。請問一下，跟徐小妹妹幾多歲？佢家爭個上高中添咯，嘟嘟個幾片無人嘛，其實爬3道嗬，爬3道爬2船，爬3道嗬，一般人到唔掉。他等於連續比賽3趟，按樣嘅意思，佢的體力對，連3趟。所以講嗰場贏到嗬，不單單贏到獎杯。贏到嘛嘅，贏到非常精神，所以我嘅印象最深刻，所以也最感動嘅一場。哇！我現在也很想要握他的手，說厲害，因為他等於像西蘭人嘅強用，體力要很好，對不對？其實咧，行得硬地喎，因為嗬，什麼人
连发3年呢，了3年，热啉酸落就差不多腰酸背痛，行唔得啦。哎，唐贡你有个比赛，后面有一次的比赛是好像是台海国中，嘿嘛，哎，国中的体育组，大溪高中的学生，通常会同小凤吹嘅吹演，嘿嘛，哎，对，两个很算是。那个是龙王争霸赛，有点演啦哈。大溪高中体育班韩国消防局，你这个消防队的那种殊死战他们都是背着氧气筒去冲火场的，是，所以全部体力很好啊。哎，结果那一次谁得名？我只是很精彩，但是我已经忘记了，忘记了是到底是谁赢了哈。但是那个精彩度啊，你就看到有人讲哎。muscle 用力的状况，主要讲哈，哎，才哥就知道嘛哈，哎，你在比赛给他讲啊，该场咧太海高中赢啊，太海高中係嘛，太海高中赢，係我基本上同大家來講嘅就會很精彩的表演，印象深刻嘅故事。其實哈，我們在節目一開始有同大家講，其實5年前亞擺雖然冇按用爬梁上嘅發通，唔過有種大家去看精彩的表演，我们刚刚有简单讲到就会高裝獅王爭霸賽，大家可能想講，哎呦，咁蠻用嘅，個發圖，真高難度哦，真精彩哦，所以你下先繞場，你所有嘅鄉親朋友，先嚟看一團讓片，到大家係用應該發圖。石尾360回旋。哇！也就係亞擺5年前也做啲看到係嘛？高裝獅王爭霸賽，係禮拜你發通就有參加比賽啦。你好，像那高裝獅啊，班例中有北方獅同南方獅。錯。好，像那高裝獅就南方獅。日本看到嘅就差不多弄石頭啲平面上啊，用嚟弄石嚟聽啊。哦，呀。上裝有很難嘅值難度，夾高度啊吼，差不多做2公尺到3公尺，3公尺呢，很高。你用啥就值石頭值10枚啊，就拿石頭嘅石頭就值硬體值，其實嘅什麼衣蟲啊，嘅燃咗類降上去，所以講夾嘅技術啊冇強咗，那個叫20隻技敦促裝住啊，20隻技。當杯人盤咧，差唔多就38公分，38公分，矮腳踏上去就難咧。你看到佢有兩剎貼起來，佢企到嘅38公分嘅人盤嚟當杯，按企起來。按用表演。所以講，夾嘅日天主愛神有很紮實的訓練，行過一動運，主要嗬，你倆片嚟。你在路上嘅跳高裝冇強浪，就要挨了啲水坑。對，唔係講反正冇小心跌下去就落湯絲哦。佢那個嘢就背到跌到水溝度啊。主要講，你只辦公我啲了水面高雄就有啲游泳池俾住來攀。唔過游泳池大概是冇風啊。你哋會學熱頭長啊落去，室外用熱頭，你講熱頭走到水面要長起來，然後你看到嘅啲人盤會飄啊，會破，係冇？所以講你的視覺上沒有很大的心臟不夠強，不敢上妝。真嘅。那我講上下有風啊，你飄落去嘅風吹落去，你嘅濕背啊，會中風。所以講還有一定的危險性。是。所以你看到一個讓片比較多，跳過去時候行我轉圈呢。轉圈呢，360度。什麼呢？就是起好時候，給石頭啊，行我降下去。所以講叫做難度啊。輕功，其實吼，你看，唐阿俊剛剛講是咪啲？其實應該講係技術甜吼，其實你還有那種詩的那種惟妙惟肖的那種表演吼。不過同大家來講一下吼，大家說按後款給發通，我跟大家複習一下哈。那大家來講哈，5年
拜六跟日两嘅厝4，到拜日两嘅厝5，全部都有吼。早先10點到11點。他就係1點半到3點，都有解下是阿俊哥講嘅當競彩嘅爭霸賽吼。咁但係啱啱哦，解下有客家音樂會，做啲做嗰邊糖道學堂嘅音樂啦，客家歌曲，不然佢做啲會看花火之夜嘅表演吼。今日只是非常嘅歡喜，做啲繞場到一啲來自兩灘嘅李總啦，還有一啲嘅阿俊哥嘅嚟到下邊，到大家嚟講哇，到兩灘按競彩嘅發動，所以大家要喊聽錯台語圖寫字強下一看，所以李總。感謝你哦，李總，小李總，拜拜。好，什麼？好，拜拜。所以要感謝阿俊哥來到節目呢度，下擺有機會，就來聊聊大家來分享下兩灘嘅法堂。好啊，感謝。多謝大家。好，讓請你嘅鄉親朋友聽聽下來，強下來做認同了。仲係福喜來呢屆所有嘅朋友，會記得去到福喜來呢屆面書傾站，喺度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，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